只係第一箱，就仲有其他未開啊！今期有咩新貨？已經有媽媽預訂咗嘅水手型口水肩，好超啊！花花們注意啦，今次全部都係一啲新型嘅秋季款啊，仲有咧新嘅大 U 型，稍後咧上架就會見到噶啦。仲有好 romantic 嘅荷葉邊啊，格仔今次都好出圈喎，唔同嘅格仔款啦，都有登場。正式嘅朋友我都有照顧你哋噶，新款嘅藍色同埋綠色，而今次最靚嘅，我相信一定係呢一個薰衣草色嘅孭帶。稍後上架啦！